上一集講到種子工具1，運用4步驟種出想要嘅目標。喺種種子嘅層面上面，我哋遇到嘅頭號敵人係本能直覺，因為本能直覺總會係帶返我哋去一個原本嘅習慣同埋反應，改變自然就會遇上阻力。以下落嚟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用嘅工具，有人形容為通往天堂的護照。格西老師喺第8章分享一種工具，從生與義3種種種子嘅窗口追蹤自己嘅行為模式，練習我哋有覺知咁去了解自己。假若我嘅所作所為係真誠嘅，那麼我願的祈求皆能成真。歡迎嚟到 DIY 獨行者頻道，陪你讀書，分享智慧，活用生活，運用種子法則實現人生5大目標。如果呢個方法同埋分享係可以幫到你嘅話，歡迎讚好、訂閱同分享 DIY 獨行者頻道。當和尚遇到鑽石，簡體中文版叫做能斷金剛，英文版 The Diamond Cutter， 作者 Geshe Michael Roach， 麥可羅區格西。當和尚遇到鑽石20週年經典紀念版，一個佛學博士如何在商場中實踐佛法。我哋喺第3集講種子有4個特定規律，等我哋重溫一次。1. 種什麼因得什麼果，種下西瓜子就得到西瓜，不會是豆子。2. 得到的果一向比種下的種子大出很多很多，就像西瓜子那麼小，卻可以長出那麼大的西瓜。3. 不種因不得果，不要期待不勞而獲。4. 種因必得果，種子一旦種下，絕對不會消失無蹤。另外，萬物具有任何發展嘅潛能，而經由過去行為所種下嘅銘印，運用呢個潛能，而且決定咗人們看待每一件事物嘅方法，甚至決定咗人們嘅思想。你或者能夠徹底咁樣了解呢一個理論，但遵從呢一個嘅理論而獲致事業嘅成功，卻係完全另一回事。實踐呢個理論嘅最好方法，就係建立一個追蹤記錄系統。你只要持續記錄自己嘅狀況就可以啦，其中唔需要任何嘅判斷，亦都唔需要自己感到內疚。喺西藏，呢個追蹤記錄系統稱為 Tengdu， 即1天6次嘅意思。我哋稱之為6時書。如果你奉行呢一個系統，你將獲得成果。反之亦然，呢個係本書最重要嘅一個要點。如果你真係想功成名就，就記住仔細咁聽啦。第227頁，6時書記錄原則：1. 找出目前最切身的3個問題，例如問題36。公司內外的人都似乎在欺騙你。2. 在隨身的幾頁日誌中畫出6個框框，並加以符號，1天中分6次使用。3. 早上出門前檢查問題的幾個解決方法，分別以加減符號表示前1天的正負面行為，並明確具體記錄之。4. 在加減符號之後，寫下要做的事，做為當天的行動目標。5. 就寢之前回顧所有的記錄，將你所做的最好與最糟的3件事做一區隔。6. 記錄要誠實、簡短，追蹤自己的身與意，並不加以批斷。其實6時書係可以配合種好種子嘅工具，4步驟之中而實踐出嚟。不如我哋簡單重溫一下咩叫4步驟啊？第1，
用一句簡單嘅話句講出目標，想。第二，揾一個有相同需要嘅人幫助佢，找。第三，盡用你可行嘅方法，俾出方案幫助佢，給。第四，咖啡冥想，為你所做嘅好事、好種子而淋水灌溉，笑。想、找、給、笑。冇錯，喺綠時書入面，你可以將前面3個步驟放入你嘅綠時書當中。每一日嘅朝頭早，都大致計劃一下你今日要種啲咩種子，然後 set 定一個時間，簡單咁樣記錄。記錄都盡量簡單輕鬆，建議使用呢個工具，簡單就是美。係啊，有時綠時書都幾難寫到㗎。對於生活急速嘅社會，尤其是係香港啦，有時真係會唔記得咗㗎。當年學習呢套系統嘅時候，教我嘅種子老師話寫唔到綠時書，咁咪分早、午、晚3個時間寫3時書咯，唔好俾壓力自己啊。成日流長，咁有機會做咗啲唔好嘅事，例如喺公司，你知㗎啦，好容易咁樣跌咗落去講某一啲同事嘅壞話，種下咗壞種子，唔諗都唔係好覺，一寫落去嗰下真係覺得有啲內疚。相反，當你揾出心中嘅銘印，而且種下相反嘅銘印，就會將原先嘅種子喪失咗功能。你要了解點解要寫綠時書。綠時書嘅用意唔係提醒自己做錯啲咩事，令你內疚。事實上喺藏文入面，無表達罪惡、愧疚嘅字眼，最接近嘅意思係理性嘅懊悔，下定決心改頭換面，改變你嘅未來，令你嘅未來更加豐足、更有意義，係一個非常徹底、慎重嘅嘗試。嘗試改頭換面未曾唔係一件好事。綠時書反之嘅重點係記錄你今日做咗嘅事，去研究通過記錄追蹤咩種子銘印，可以幫助你達成目標或者清除障礙。如果當真正了解銘印運作嘅方式，然後喺心中帶住意識種多啲依啲嘅銘印，有覺知嘅強大好種子，就可以掌控未來非凡嘅成就。呢個就係綠時書可以協助同發揮嘅最大作用。綠時書嘅精髓，除咗實踐出嚟之後，主要係睇運用嘅人夠唔夠真。格西老師喺第8章總結，運用綠時書需要對自己真誠同坦白。格西老師形容真誠嘅行動為臨門一腳。當你喺夜晚嘅時候拎出今日寫嘅綠時書嚟回顧一下自己嘅言行舉止，是否經過深思熟慮，真誠待人啦，充滿誠懇，意思即係有意識咁樣活在當下。我哋唔單止要為今日所做嘅好事而感恩開心，種下有感覺嘅有聯繫嘅種子，而且久而久之，察覺自己嘅能力亦都會加強咗。呢種意識以及行動嘅結合係需要時間去鍛煉嘅。西藏人用以下2行文字表達真誠行動：假如我的所作所為是真誠的，那麼我願我的祈求皆能成真。或許我哋過往都只係會追逐身邊嘅環境如何帶俾我哋影響，反之今日如果明白萬物潛能同種子嘅運作，從自身出發去觀呢個世界，我哋會發現我哋所需要嘅一切其實都係向內求，而唔係向外找。
如果我哋真係相信書中所講嘅萬物潛能是種什麼因得什麼果，我哋只要真誠咁祝福他人同幫助他人嘅同時，亦會得到被祝福同埋被幫助嘅結果。第225頁，在這一整天之中，如果我確實時刻留意自己的身語意，以全然的真誠對待每一個與我結緣的人，那麼我祈請一個全新力量的展現，願藉由此一嶄新的力量，我及所有其他眾生都能夠獲得快樂與繁盛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棘到你嘅話，記得訂閱 DIY 獨行者嘅頻道啦，仲要撳埋隔離個啷啷，有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我哋下一集帶大家一齊拆解呢一本書，一步步帶你認識種子法則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I will take care of you.